这个嘞，人家你这样没，问不着，看到的呀，主要是男人没有嘞，今天对呀，看讲是呗，老的。来不是人家人多，底下路有比过来吃东西的比较，第一路跑这个他们就会可能木头多的他们那天天的也是讲，第一面了嘛，第二的这边都不漂流的讲，啊，对呀呀，嘛嘞。